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9公司台语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今仔新增加127个本土病例，已经连续7天拢无超过200例，是3级警戒以来病例上少的一天。台北市今仔公布好新冠诊所的调查，市长郭文地嘛表讲，小核型诊所的疫苗是民进党立委高嘉瑜向卫生局要求的。诺西亚甲印度一天拢增加上万的病例 ，WHO 警告印度的变种病毒是全世界看甲上厉害的病毒。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127个本土病例，嘛已经连续7天拢无超过200例，嘛是3级警戒以来本土病例上少的一天哦。也毋过指挥官陈时中强调讲，绝对袂当放任。陈市长嘛讲，万一疫情又搁压起来，会真严重，需要用愈较侪时间来处理。新冠本土确诊病例数下降，指挥中心宣布，19号增加127个本土病例，以新北市81例上侪，过来就是台北市30例、桃园市8例、新竹县3例、新竹市、基隆市各2例，另外也增加20例死亡个案。在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能够去放松，我们才肯把这个疫情把它控制好。你稍微一放松，稍微一起来，那又是一大段的时间要去清理那会变成造成很多的一些困难。就伫国内启动大规模做新冠疫苗了后，到19号死亡通报已经累计49例。根据指挥中心的了解，到目前为止无发现死因甲做疫苗有关系。接种后的3日的发生。那里面20例为75岁以上的长者，那当然都属于年龄偏高，那有慢性病，那司法相验解剖且有正式报告的有4个案例，那年龄介于70多岁到90多岁。那初步的死因是以心血管疾病或慢性病史，如支气管性的肺炎相关。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统计到各国的印度病毒株已经加做全球流行的主要病毒株，比过去任何病毒株的传播速度更较紧。对此，指挥中心为去年10月起到今，拢总完成278例病毒基因定序，其中英国变异株又按占上大件。最多的还是我们英国变异株199案哈，那另外南非变异株、巴西变异株分别是6案跟4案，那。另外也有这个跟布桃相关的加州变异株19案以及就是有这个菲律宾这边有一个跟巴西株比较接近叫 P3的这个变异株有2案。那印度变异株到目前还是5案。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后礼拜3、6月23开始，将陆续配发 AZ 疫苗到地方政府卫生局，和5月初9捌注过第1档 AZ 疫苗的民众会当开始注第2档，有估大约6.7万人会当注。另外，外团20将有2批莫德纳疫苗，同时会运到台湾。指挥官陈时中将会前往接机，对此陈时中表示，目前无法度证实。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今仔公布好新冠诊所注疫苗的调查结果甲处罚，市长郭文地嘛表讲，小核型诊所85罐的疫苗是民进党立委高嘉瑜敲电话向卫生局要求的。也毋过高嘉瑜嘛出面表示讲，伊只是转达诊所需要疫苗的诉求。小核型诊所嘛讲因嘛只是拜托高委员来做选民服务，而且注射的对象拢有符合资格。台北市政府19号下晡公布诊所违法注疫苗案的调查结果，讲疫苗报予小核型诊所的过程有立法委员高嘉瑜的介入。有中央级的某民意代表跟黄局长转达这个诊所小核心诊所这个疫苗的要求，然后黄局长呢就把他的这个要求呢转给这个这疫苗的 PM 就是专员蔡专员。我看那个报告上面写的是写高嘉瑜的，不过是这样的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说法。那他们也表达说，为了要保护孕妇还有这些新生儿，希望能够尽快的施打疫苗。核心的需求我们转达给卫生局之后，黄世杰局长在短短不到10分钟内就迅速回复说没有问题。所以从头到尾我们都觉得这个只是转达选民澄清。高嘉瑜强调，诊所迄边当初是讲会用伫1类到3类的人员，而且迄当阵卫生局长嘛答应了真紧，所以认为伊嘛真支持这件代志。这中是拢无施压的问题。
另外，伫复兴馆诊所的部分，6月初7是有一位吴姓股长合法15罐，6月初8诊所搁再提出要求，即摆伫科长的登记之下合法100罐。吴股长呢，他就基于第一次6月7号呢，基于就是说小核心已经有给过诊所施打，而且他们也就有填具这个施打意愿书，也认为是属于这个合约的诊所了，合约的一个医疗院所，所以在6月7号就由他自己就同意了。台北市政府讲，6月15之前，市府是无同意诊所来做疫苗，所以有违反着迄当阵的规定，嘛违反着公平的原则。而且伫复兴馆诊所的部分，伫合法进前是无透过医师系统来做诊所人数的确认，所以会来处罚。处罚名单包括卫生局长黄世杰、蔡姓专员、吴姓股长甲一位科长。除了黄世杰毋是政务人员，会另外处分，其他拢会检讨行政责任。规个案件阁会送廉政委员会审查。记者郭北君郑派文台北报道。台中今仔帮13000名林长来注疫苗，也毋过指挥中心是表示讲，林长毋是防疫第一类接触的人员，怎有提醒台中市政府？也毋过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讲，伊是指挥官会负全部的责任。婚姻官嘛要开始来帮林长注疫苗哦，嘛讲殡葬业嘛会使先注，中央甲地方无共调，嘛引起讨论。第二排队的人中，台中市的林长领先全台，和市府的会议接破注疫苗名单。我们来打也是有一个带动的效应啊，就是说老人家他不会害怕嘛。当地林长认为，先注会当起带头的作用，也毋过中央认为林长无属于防疫期间，可能接触着病者的第一线人员，也反而影响台中75岁以上长者的权益。接触居家检疫、居家隔离者的第一线的人员为限。我是台中市的防疫指挥官，我做的决策我会负完全的责任。面对这期市长罗秀燕讲要更专职，婚姻官也得力做，除了林长排列注册名单，殡葬专业人员也纳入。连长来规划纳入我们整个接种的对象，殡葬业者这284位也列入婚姻强调会做出了后，补充中央同意，也毋过有人反对林长先注。高雄三川里长曾庆坤就认为，林长虽然是里长的助手，也毋过防疫期间已经大量减少甲里面接触，建议将疫苗留予更加需要的人。像一般大楼来讲，他们只是投放在他们的信箱里面而已，所以不会直接与人做接触。中央强调，林长无属于第一线接触人员，高雄也无特别接破注册名单，北市认为起因拢是疫苗无够。依序列推，因为这一次的疫苗真的在数量上非常的有限。坦白讲今天的问题还是台湾疫苗不够嘛，台湾疫苗够，这些当然是问题。中央解释，无管林长也是其他地方工作者，拢爱看实际情况，毋是以身份来区别。提醒地方政府也是爱先做出通报中央，搁深层监视。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有伫后面这波安全旅游的名单顶头，官方的推特佮出现中华民国的国旗，咱国外交部是表示感谢。行政院长苏贞昌嘛伫面册发文表示讲，这是国际上对咱台湾防疫工作的肯定。除了后面，德国在台协会嘛宣布讲，对6月20开始，台湾的民众会使入境德国，无受到限制。准备重新开放边境、恢复国际旅游的欧盟，初步宣布安全旅游名单，包括澳洲、日本、新加坡、美国，也有以互惠为前提的中国。会当注意的是，台湾嘛伫名单内底，官方推特阁有放中华民国国旗，对欧盟甲台湾纳入的安全名单，咱外交部表示欢迎，阁有感谢。建议将包括台湾在内有8个国家跟地区纳入可以入境欧盟以及申根区从事非必要旅行的第3国安全名单。外交部我们对此表示欢迎跟感谢。外交部认为，这个举动显现欧盟对咱政府处理疫情应变的能力有信心。行政院长苏贞昌嘛伫面册发文表示，这是国际对台湾防疫工作的肯定，同时呼吁民众对疫情永远袂当放轻松。但是旅游业者也是盼望政府开放出团出国旅游的迄天。只要我们的台湾的政府没有开放旅行的禁令，然后就回台湾之后还是要隔离14天。那其实这个它开不开放，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除了欧盟，德国在台协会嘛宣布，为6月20开始取消进前因为疫情的考量，带伫台湾的民众去德国的入境限制，但是需要提供检测证明，也是注疫苗的证明。记者郭彩妮这间台北报道。
来看新北市今仔是增加81个本土病例，昨体检的阳性率嘛已经降到0.1%，是有史以来上低。虽然已经有较长好，也毋过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讲，未来居家隔离的人伫咧解除隔离之前，爱阁验一解 PCR。另外，三甲的文主公病院有一个急诊室护理人员，本地是阴性，佮再验却变做是阳性，急诊室嘛先关起2天消毒。新北市卫生局嘛表示讲，已经考出接触者有2个病人，目前嘛伫隔离病房咯。全台疫情转好，也毋过新北市的本土病例数也是上悬，19增加81例。另外18个体检阳性率降到0.1%，创下新低。也毋过市长侯友宜认为，有关无法度放令，也因为进前发生不少解除隔离者出现阴转阳的情形。为了谨慎，新北市提出防疫新措施：居家隔离者解除隔离前，一律加采 PCR， 避免从阴转阳的趋势出现。所以，这是我们严格、更积极落实，确保防疫最后一个小状况，我们把它堵住。要爆发院内群聚感染的新北市三甲文主公病院出现一位急诊室护理人员阴转阳，急诊室紧急净空消毒。指挥中心表示，这位护理人员是第2科防火墙来防酷热的人，第10摆采检出现阳性反应。新北市卫生局也表示，目前文主公病院的急诊作业只处无入。因为他有在急诊照顾2位的病患，所以呢，在该院的急诊呢，现在目前是只出不进，加以净空，那全面的消毒，要等到我们确认他的环境无误才会再开。那针对这个呢，院方也已经匡列接触者裁剪，并予以隔离。要加强清消，也阁有中和环球百货6月19停业1天，专管消毒。因为有柜姐确诊，对市场防疫，侯友宜更加是谨慎。亲自负责板桥大观路的民友市场出入口已经缩减为2个，搁实施车辆管制。台北市19铁路艋舺爆皮寮体检站，新北市敢下考虑第2做。铁路一寡体检站，侯友宜的态度也是真坚持，伊鼓励民众出来体检，才会当阻断社区温馨传播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苗栗县，昨甲今仔拢无新增加病例，之前隔离的1400名高风险的移工已经做第2届 PCR 采检，移工群聚的疫情嘛已经较长好。今仔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去金源科技来了解上新的状况哦。今仔中部嘛只有台中增加1例，注疫苗了后，雄雄死亡案件台中增加4个人哦，所以目前台中有10个人伫注射了后不幸过往。苗栗县竹南科技厂移工群聚案，为6月初一开始，先出现2名移工确诊了后，逐天拢有新的移工确诊个案出现。13出现第1摆零确诊了后，19再度加0。移工群聚疫情渐渐受到控制。行政院长苏贞昌拜六下昼也特别前往竹南，了解目前的相关防疫作为甲进度。中央地方合作，同时电子厂相关工作。大家都一起全力做好防疫的工作后，使得疫情渐趋稳定控制。中央伫6月初4到金源电子成立前进指挥所了后，就将移工进行分层分流隔离。大约1400名的高风险移工也陆续进行 PCR 采检，目前已经全数完成第2摆采检。是在集中检疫所隔离中的高风险移工，已经做了全面的 PCR 筛检，结果采验了1361人，阳性79人，阳性率为5.8%。苗栗县目前累计有547个本土确诊，其中移工448人，占82%。虽然疫情渐渐转好，也毋过县府认为有关无放量的本钱。另外，台中市新的确诊个案是1例，是伫家己的火锅店工作的42岁女性。6月13号到全联台中热业店购物。那当天就开始出现症状，那6月17号出现咳嗽，那6月18号到医院采检，就是确诊阳性。另外，台中市做疫苗了后，突然死亡案件搁增加4例，目前已经累计10人。增加案内中，一名才42岁小儿麻痹合并量骨损伤患者，16做疫苗19透早5点外后发现失去喘气心跳，紧急送医由院抢救无效，这也是台中市上少年的死亡个案。记者综合报道。一寡老大人注疫苗了后，雄雄过往，或者这民众真烦恼，嘛无啥敢去注疫苗，对未来群体免疫会有真大影响哦。有医师就表示，若是真侪老大人拢决定先要注预防针，
建议政府开放75岁以下的民众先注，嘛已经爱对民众讲好清楚，无要注 AZ 疫苗，敢有其他的替代的方案。医师详细来问相关的病史，确认无问题了后，就先来注射疫苗。专台进前开始来注射老人的疫苗了后，却是陆续传出未少老人注射了后雄雄死亡的情况，引发民众烦恼，和注射人数减少。来打针的话，你会怕的吗？不会啦。为什么？没有什么问题的，没代志呀。应该我没有什么毛病，应该是不要担心吧。昨天开始那的确有一些长辈呢开始就比较犹豫，那接种率呢就是有稍微的下降到40%多。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统计，6月15注射 AZ 疫苗人数是143742人次，莫德纳疫苗是5976人次。不过在陆续传出老人注射疫苗雄雄死亡了后，16注射 AZ 疫苗人数下降到134428人次，莫德纳疫苗是5622人次。18斤降做114061人次，而注莫德纳疫苗也敢剩3509人次，总注射量已经比大规模注射迄天大减32000人，也互外界开始烦恼讲，老人反注情形了后，会对疫情控制造成影响。如果说85岁上面的一个打的一个人口已经到达一个饱和，而且看起来也不会有更多人来打的话，就应该尽快的往下开放。那这个部分就可以让所谓的疫苗的一个覆盖率能够迅速的增加。医师认为，中高龄的人出现暂缓注射，会互保护力下降，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 AZ 疫苗的政策就是选择互较侪岁人来注，若是最近观察85岁以上注射人口已经差不多啊，而且看起来袂有更加侪人想要来注。政府应该尽紧来开放75岁、70岁以下，互想要注的民众去注。并且解讲，若是无注这个 AZ 疫苗的替代方案是啥物，这是现阶段解决疫苗暂缓注射这个关键。记者慈宏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曾警告，印度变种病毒已经是目前全世界疫情的团上主要的病毒了。罗西亚甲英国最近一日拢出现万外的病例，嘛是拢因为去挖到印度变种病毒。美国总统拜登嘛搁再呼吁民众爱赶紧去注疫苗。俄罗斯18确诊病例来到17262例，比前一天增加将近3成，创下新的一天上悬的确诊纪录。副总理格里科娃迄天在记者会上，伊讲民众无确实的遵守防疫做法，也佫有具强大传染力的Delta病毒。另外，相关的情况也出现在英国，确诊病例来到11007例，这是对2月19以来上悬的数字。有95%的确诊者拢是挖到Delta病毒。因内底多数，伊阁是也未注射疫苗的一寡少年的族群。Situation is so dynamic because of the variants that are now circulating, and as you said, the Delta variant is well on its way to becoming the dominant variant globally because of it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ransmissibility. 后面国防会结束了后，18另外在柏林举行暗顿工作会，德国总理梅克尔甲法国总统马克龙也烦恼讲，解封了后防疫做法放松，变种病毒侵入的问题。特别是欧洲杯卡球赛开始啊，举办比赛城市真侪球迷在餐厅、酒吧共欢互相斗阵。波兰国王亚历山大伫海牙的街路上，甲球迷近距离接触，引来违反社交距离的批评。梅克在记者会上解释，不用当作疫情已经过去啊，伊话爱小心细腻。美国总统拜登18宣布，上任150天已经注射3剂的新冠疫苗，全美大约有65%的大人至少注射1剂。不过，伊也烦恼Delta变种病毒真凶猛，呼吁还未注射民众赶紧注射。记者问到变种病毒是毋是引来国际封城，对此拜登真有信心讲袂，理由是美国现行注射疫苗拢有充足的保护力。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高雄的六股分局查到有集团一半冬来伫偏乡的山区乌沙石啊，佮乌白蛋废土，警方透过空拍机搜证，已经甲嫌犯上班咯。现场嘛已经挖掉大约3个篮球场的大细咯。空气机慢慢挖进这座山头，这边下面角的农地应该青玲玲、沙光突突。检警搜证同时也翕到车辆出入。
现场位伫高雄南古山区，警方发现4个人动用怪手盗采沙石。查扣大型器具原来欠关技术将农地租来了后，挖出沙石，搁囤伫废土。盗采面积有3个篮球场遐尔大。发现有大型的机具在开挖土地，怀疑盗挖外卖。检警调查这个犯罪集团半年来陆续租用高雄山区农地、天光北整地，确实挖出沙石啊。开山了后，外文受理，一直到今年5月底，已经盗采4000华吨的沙石啊。不要随便听信人家的谗言哦，就把一些土地哦出租给不认识的人。如果被有心人士他拿去做盗采砂石，甚至去回填一些不法废土的话，最后都是会造成土地的一个收缩。检方表示，伫私人土地盗采沙石相关，恐惊面临5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醒民众，无定期使用的农地收破地，应该定期损失。承租土地进程也应该一再卡人。若伫唔知影情况之下，土地防盗采，可能方认定是被害人。要不过，若伫知情的状况之下，还阁出租，恐惊方列为共犯，爱面临同款的刑责。记者综合报道。新地湖口这2天有40多户民众厝里的水倒水，唔那阁有汽油味，有真侪民众只好去买水来啉。自来水公司是表示讲，可能是之前的工程造成的，会赶紧来改善，卖来协调赔偿。水塔内底水黄，而且敢若有一站油浮在顶悬。民众发现新竹县湖口部分地区这2天的自来水，唔那看起来真垃圾。闻起来够真重的汽油味，水的味道就是汽油味很重。那颜色我们是用肉眼这样下去看，在水塔里面的感觉，它就是好像是汽油的那个稀释过的颜色，整桶这样看起来的颜色是这样。对，那味道是很刺鼻，就是整个家里弥漫都是汽油的味道。经过反映，自来水公司嘛已经派人来到现场勘查，初步了解，是因为17迄天，水公司在附近有进行工程，有可能是上尾施工的无水的关系，才造成这款状况，会负起相关的责任。机关水本来主要是做排放，那但是有发现到说可能有少量的水因为阀没有关紧而进入一个支管，造成这次民众反映的一个事件。部分的用户认为说有造成一些损失的部分，台水公司会再跟这些民众来做一些认定及后续的一个协商。自来水公司讲，这届受影响的大概差不多40户，目前建议民众先把水道头拍开，让水流掉一部分了后，才开始使用。刷落来联络受影响的用户进行协调。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今年所有的学校毕业典礼拢改做线上举办，来看学校是安怎发挥创意，要予学生一个难忘的毕业典礼。嘛有家长予囡仔伫厝穿制服来参与，来嘛做伙来看卖。爱原来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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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爱你来看看我。学校雄雄停课，也因等到休热，就要毕业的国三学生黄竹竹伫厝内底参加线上的毕业典礼，看到影片，受到真侪上课情形。我们班的人吧，就是其实大家都感情都很好。竹竹毋是厝内底今年唯一的毕业生，高三的哥哥洪翔甲小学6年级的妹妹婉玉，相款以线上的毕业典礼结束高中甲国小的生活。连同学都没办法聚会啊，都没办法聚，然后就最后看毕业典礼的那个直播的时候，就有看到老师们的鼓励的话，所以蛮感人的。跟学校就是一般那种正常的那种毕业典礼，就是差很多，所以就是比较没有感觉。有实际毕业典礼的气氛，3个囡仔拢讲看线上的毕业典礼无靠。你妈妈认为讲这是一世人的回忆，伫厝内底也使有伫学校的感觉，为是叫囡仔穿着制服专程来参加，也送着家己制作的影片甲礼物。告诉他们说，这就是人生，人生本来就是会有所遗憾啦，对啊，那就是只能把握每一天，就是珍惜当下啦，然后把握每一段缘分。疫情之下的毕业季无目屎，也有同学相染，也有翕相的情形。对着学生来讲，难免有遗憾甲失落。也毋过疫情之下的线上毕业典礼，可能无聊，也真可能有创意，拢互今年的毕业生有着非常特别的毕业的回忆。挥手，对着镜头，跟着老师、师长们说再见。再见喽，同学，拜拜。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的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加28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加27度，上悬35度。外岛地区上加26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暗新闻，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